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香港洪河湾社区大火已经造成94个人死亡，早起9点开始进行小规模的爆破，开始一号一号去救人。总统赖清德讲，若国际法修法成功，等到可能会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新住民的疑虑，对台湾社会和谐无帮助。婚礼馆有民众去中东旅游，3日前伫阿布达比机场转机时互掠去，各界斗找人，透早人放出来，传出讲是掠唔到人。来关心香港大埔洪河湾社区大火状况，火势炭烧超过1日。香港政府伫早起9点开始来进行小规模的爆破，开始一号一号去找个调伫厝内的民众。这场香港80天来上严重的火灾，已经造成94个人不幸过往，70外个人受伤，阁有未少人失踪。逃出来民众实行暂时住伫附近的商场、学校甲临时的庇护中心。香港的市民嘛捐钱捐物资，望讲会当来帮助这些灾民渡过这个难关。破火行动虽然已经第2项完成，不过不时也看到大楼庆烟出来。香港大埔洪河湾大火炭烧超过1天，消防处讲破坏灭火工作已经要完成。所落来重点是入去接档受灾大楼的每一站每一户，确定敢阁有受伤的人或者是尸体无出来。为了要减少结果风险，和搜救人员甲搜救狗会当赶紧入去。工程人员28透早开始，用受控制爆破的方式，一户一户甲门壁甲门轻攻破，赶伫黄金时间内看敢找到人。不过半晒拢是尸体，有消防员身體無爽快。希望仲可以救得多啲人出嚟啦，係啊，係咯。咁其實都盡咗力㗎啦，我覺得係啊，消防員都做咗好多嘢，咁都係咯。咁即係呢啲咁大嘅災難都冇乜嘢可以講咯，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唔想。大火發生了後，附近的大樓居民趕緊撤離，有人住伫咧社區中心甲學校，也有人住伫咧附近的商場、巷路、店門口，攏是臨時的床租甲簡單的行李，為毯仔踩一個邊啊，大家用手機啊看上新的消息。但是火若炭開，無法度擱再登記厝內。港府宣布將會動用緊急基金協助受災家庭支付臨時住宿加生活費用，而且全面檢查全香港即馬正佇咧進行嘅維修大樓工程，檢討竹棚、用架啊加防火網嘅防火安全。面對80年來上嚴重嘅火災，真濟人講面對困境，大家互相鬥相共，一方有難，北方支援，是這座城市上珍貴嘅力量。好感動啊！你哋係有人哋俾你，佢幾感動啊！你哋冇得做噶嘛？我今日需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要問我冇得運噶嘛，好似黃歡迎噶嘛地道。香港人其實係咪好強同埋好有愛咯？一發生呢件事，好多區嘅網上面可以見到好多區嘅人都不斷聲援話有物資可以送過嚟，有物資咁可以送過嚟。消防單位所落來愛處理的是困難的搜救加調查工作。對失去家園的居民來講，安怎重建生活將會是一場正長正辛苦的考驗。公視新聞陳維林編輯。台灣嘛，發生嚴重的大樓火燒，消防局嘛提醒民眾，若逃生的通道哦，閣會當行，無火無煙的時，就愛趕緊落樓。若已經攏是煙了，就愛先將門關好吧，閣登去厝裡等消防人員來救。大火照光天色，香港洪河灣社區日來發生5級大火，造成嚴重死傷。洪河灣是由8棟31層的大樓組成的老社區。類似的大樓社區佇台灣嘛袂少。2021年高雄城中城大火，都有未少住戶佇逃生的過程死亡。不過拄到大樓火警，到底愛安怎逃生？民眾看法無同。主要還是會看一下，就是那個環境有什麼樣的防災設備，這樣子去做決定。30啊，你要跑到1樓，大概那個希望比較小。那往上跑的話，大概可以到頂樓，還可以等待救援。民眾煩惱向下骹逃生的未赴，選擇走去厝頂。不過消防局提醒，火甲火昏大部分真緊就會清起嚟，向頂懸走，恐驚愛甲火昏車拼。上好佇確認逃生通道無火甲火昏，向下骹逃生，而且刷手關門，阻擋火甲火昏斷開。我往
它的逃生通道是畅通干净的，那我们就往下逃生。但如果今天它是在逃生通道里面充满浓烟跟高热的时候，最后它就会变得相当致命，而且越往高的地方的话，它的温度啊跟毒性都会越强。我们是关门避难。若是逃生的通道已经有火昏，无法度离开，民众会当关逃生门甲主体的大门，伫厝内就地避难，等待救援。啊，毋过应该爱选门是较袂小起的材质，毋是轻价间，而且上好有对外窗仔的房间，闪开有排风口，也是塑胶门的翼间啊，较袂去互火拿着。消防局嘛提醒民众，毋通伫主体囤真侪杂物，也是好烧的物件，较袂阻碍逃生，防止火一个小起都袂烧散。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伫昨暗7点外，艋舺祥和市场的一栋铁厝熊熊着火哦，甲在火真紧就拍花，着火原因爱个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是开跨局处的会议，要求爱强化公安甲消防安全，嘛表示讲会针对一寡旧社区的主体来进行稽查。消防人员伫巷仔路由黄色封锁线边仔的民家几落户的铁厝顶，好烧甲拢乌气变形。虽然火已经拍花，毋过现场也闻会到真重的臭火大味。附近居民回想火灾迄当时，心也真惊。想说应该一下就灭，然后没想到越来越严重，然后又而且这边是铁皮屋，所以烧的时候会很快。这个火灾是27暗时7点外发生的。台北市艋舺祥和市场的一栋铁厝建物传出火灾，因为当地巷仔路正下，佮因为风正透，火烧甲正猛。好在在警消缉捕了后，有水线抢救。主体捡烧着的陈先生，伊讲，因为伊住2楼，差不多拢烧毁，即马无水无电，安怎善后甲求偿，伊感觉真无奈。不过好在边仔的国小附设幼稚园无灾损。1楼都是水，楼上他妈全部烧光了嘛？你看这里，对不对？楼上全部烧光了啦。因为消防队也来得非常及时，所以呢，火势就控制在民宅那边，并没有延烧到学校幼儿园的范围。因为香港早拄啊发生丰福苑大火，造成严重伤亡。台北市嘛发生火灾事故，台北市长蒋万安2早起召开跨局处会议，特别要求强化公安防护甲消防安全。今天我们召开跨局会议，就是以强化公安安全防护为主题，特别针对建筑物施工安全管理，还有消防安全、逃生动线等等。那我们也会全面的来加强。蒋万安讲，会针对辖区内建物施工安全管理、消防安全逃生动线等全面加强，也会针对老旧社区集合式主体进行稽查。但是祥和市场的火灾造成一个60多岁查某人受伤，意识清醒，互人送去病院救治。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监视人员调查清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中国配偶参政的议题，最近有真侪讨论。行政院长杜英台对双中校长，敢会对台湾嘛对中国校长有疑虑？也毋过国民党团提出的国际法的修法，今仔日立法院一套被交付委员会审查了。另外，中国配偶民众党新自民委员会主委齐春英，早是以涉诈欺、银行法、个犯渗透法经罪，防羁押禁见。民众党团是爱外界哦，就毋通迷信审判。院长来说，国籍法会不会担心有双重效忠的问题？关于中配参选的问题，行政院长杜英台讲，若是双重国籍担任公职，有双重校长的记录，应该断然拒绝。不过国民党团提出的国籍法修法，正定得到地区人民参选公职，无适用国籍法放弃国籍的规定，而被交付委员会审查。陆配在台湾取得中华民国国籍，10年后能够参选，然后赢得选举，成为民代。这些都是陈水扁跟蔡英文任内的事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任何人来修改这个国籍法的话，都是不恰当的了哈，特别是当中共对台湾有不断的有武力统一，甚至于各种统一的企图的时候。调查看法无同，一定会阁引起攻防战。因若身为中配民众党新自民委员会主委齐春英，27因为涉犯诈欺、银行法、犯渗透法等罪，和新北检裁定羁押禁见，犯渗透法部分。通讲是因为伊接受中方的指示资助，替2024年竞选总统的郭文哲，2022年竞选台北市长的黄珊珊徛台。他代表或者是他自己个人，他愿意支持我。支持柯文哲主席，这是我觉得我们争取各界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说他接受指示
受人资助，这需要拿出具体的证据。我想在任何人没有被定罪之前，都是无罪推定。民众党团强调，在相关事情还未完整公布进前，各界无应该这么严厉指控，理性审判，支持徐春英依法捍卫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国际法的修订引起真侪社会争议，总统赖清德早起伫台南表示讲，若修法成功，等到有可能会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新住民的疑虑，对咱台湾社会和谐无帮助。因此，目前在讨论的国际法这些行为跟言论，其实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我希望立法院目前热衷于推动国际法修法的人士、立法委员，都能够要三思团结爱台湾，保护国家，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这个才是我们共同要去推动的。谢谢大家，谢谢。总统强调讲，无必要修订国际法来免除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对中华民国单一的忠诚责任。赖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是民主的国家，嘛是法治的国家，每一个新住民拢同款受到咱台湾法律的保护。也毋过，若做违法伤害国家的代志，咱国家嘛依法来处理。再来看婚姻关一对翁仔某23去中东旅游，伫阿布达比机场转机的时，先生说互5个武装人员掠去，失联3日了。太太向外界来求助，昨马航通知讲，先生人是伫杜拜的警察局，伫当地时间今仔透早1点，人嘛已经互放出来。上新的消息是，有可能是因为共名共姓念着人。台湾时间2八早起6点，杜拜当地时间透早1点左右，但太太透过赖群组向媒体说明，因人已经平安出来的消息。不过身躯顶头无护照行李，目前无法度住饭店，向驻杜拜台北办事处讨救，了后加安排暂住办事处人员引导。住宿在杜拜时间11月28日凌晨1点半，接获家属电告，当事人已获警方释放。由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是杜拜国定假日，所以当事人仍需在12月3号回警局报到，以办理解除旅行禁令。外交部讲，家属通知陈先生平安出来了后，即时联络陈先生，先安排伊的住宿，后续会提供旅行文件等协助。不过目前陈先生婚礼的原因，我了解。对此，立委张家军表示讲，希望外交部爱持续追究原因，甲提供相关的协助。外交部可以持续的为这个陈先生来协助，因为这也有国际人权的问题，包括是不是有这个法律公平程序的问题哦。我希望就是外交部能够尽速的厘清之外呢，假设这是一个误会哦，我觉得这个阿布达比的警方哦也应该对台湾道歉哦。但太太嘛讲，因为因人目前所有物件拢互扣留。上紧来等到12月初3去当地警察局报到，再当甲个人的证件、行李领回来。希望外交部伫这段时间内会当继续协助安排伊住宿一寡代志，让这个事件会当平安来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科院让2档，搁在伫屏东的高屏基地，搁有台东的成功来进行联合飞弹的测试，高度是超过30公里。有军事专家认为，这有可能是天弓3型的防空飞弹。台东成功定机飞渔港附近看到一道火光飞起伫天顶，中科院伫咧27暗7点40进行飞弹实弹试射。现场民众讲，飞弹射起伫天顶的声音甲光影，袂出敢若一只大声化野兽将飞起伫天顶。已经差不多2年没看到了，就很期待。刚刚看到有没有很震撼？有，看看我们国家的那个防卫器有没有在精进。这是中科院让2年，搁在伫屏东的高屏基地，甲台东的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范围包括东南部大片的海空域。是2022年佩洛西访问台湾，解放军大规模军演到现在让2年，搁伫东部空海域进行高强度飞弹试射。照中科院的公告，这边试射管制区包括屏东高屏、台东、绿岛、南屿、甲成功外海等海空域。照作业管理，台东负责发射无
搭载弹头的靶弹，并同高屏基地共步进行炸弹飞弹的测试。虽然天气无好，飞弹也是顺利飞起嚟。这边的高度差不多是30.48公里，挖近太空的边界，超过以前的测试参数。军事专家对管制范围也个关度来推估，飞弹的形式可能是天宫系列，这嘛可能是一个检验飞行的规律、强化导引的精度、改良的版本，会当在天气无好的时阵，游玩正精准掌握飞机的高度甲姿态，代表测试成熟度正悬。这边试射型号，中科院甲军方依照惯例是无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建华国中有一个51岁大班的交通车的司机，伊载学生上课的时发生车祸，警方纠察发现讲，这个司机有食酒，加在车顶18学生是无人受伤。这个司机警方移送法办，嘛真做是所有学校的黑名单。头前也去踢车，几台游览车煞继续向前驶，过程中无细离去弄着边仔等红灯的轿车。事故发生了，警方发现司机唔但有啉酒，而且这台竟然是学校载学生上课的交通车，好在在车顶18个学生无人受伤。校车是载着我们小朋友去上学的车子，那怎么会让校车都没有一个安全的检查嘛？让这样子酒驾的司机载着学生去上学，把我们小朋友的安全放在哪里？太扯了吧！为什么喝酒还要开车？而且我小孩安全谁来顾啊？他是校车司机耶，夸张！大客车驾驶经本队同仁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台湾新竹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后，引起家长甲民众关心。新竹市政府指出，目前已经发动裁罚停书，而且要求学校加强交通车管理，针对违规驾驶的部分，也要求学校永远袂当可用。那后续是否将会针对所有交通车跟校车业务的学校进行加强的宣导与管理？也会要求该违规公司每天对交通车的司机进行酒测，并回报市府进行列管，以加强学生的安全。违规的司机，我们市府将永不录用。学校方面表示，当讲代志发生的时，校长就赶到现场，除了安打学生的情绪，把带学生用行的行去学校上课。未来会专门检视交通车状况，确保学生安全。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今日伫草屯南投顶北乡设高级声音的翕相机已经开出629张的罚单。草屯的中正路上侪有184件。也毋过是有民众表示讲，拜六礼拜半暝嘛是个真差。半暝啊，去机车沿东港的声音真吵，定定吵着民众休困。南投县环保局有伫几内乡镇设声音翕相设备掠噪音，其中草屯中正路处地噪音罚单上侪。当地人表示，虽然驾车状况有改善，不过拜五、拜六暗11点过后，也是定定有机车、汽车咧驾车。到暗时11点过，才就红车顶就无啊嘛，无啊，迄个时段。哦，迄那飙车族的吼，后头摆沿东港做大声，拢而且徛来徛去，啊，搁车嘛有。啊，当然装较好啦，啊是讲上好是看有遐飙车族，警察安尼会方知来甲开。南投县环保局今年咧南投草屯民间在龙总8乡镇设置高级固定式声音科技执法设备。9个月落来，全县拢总罚629件，罚金有160万左右。环保局表示，年底拍算搁增加3支，会放仁爱乡、信义乡和第三顶。车辆尽量爱保养维护好，唔好互伊沿东港破去制造遮大的噪音。啊，另外要改车的车主啊，咱嘛爱合法的来改车，唔好改甲变叫。环保局表示，针对民众反映暗时较差的路段。环保局也配合警察局加强临检，也若有设声音翕相机的路段，拢会有告示牌提醒。罚金上悬到3600块。南投县环保局提醒，莫超速、莫改装汽机车，嘛唔通大力甲油门吹落去，就袂食罚单。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台湾诈骗的案件真侪诈骗的手法嘛是百款。嘉义县的警方这几天抓到一件利用假网站广告影片赚钱的诈骗，警方甲被害者合作抓到香港籍的车手，佮有负责监控的共犯。诈骗的车手拄摕到钱要来离开，就互埋伏伫边的警方抓起来。
附近的强化嘛，伫伊要离开进前吼，警方掠起来。家己关中部分局成立专案小组，也就利用假网站来骗投资的诈骗集团。在11月初的时候呢，这个 Annie 呢就拿着50万呢去缴交了这个推广基金给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回到家之后，他发现呢越想越不对，说奇怪，他已经缴了推广基金收，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这个报酬的部分？所以说他才前往我们中部分局来做一个报案。掠到的2个人暗算利用诈欺甲洗钱，方提发移送家己地检署。家己关警察局表示。根据警政署的统计，目前诈骗上侪案件已经为假投资变做是网络购物诈骗，除了会来加强宣导，嘛提醒民众爱来注意。本县10月份网络购物诈骗占各类诈骗手法的40.82%，有89件。本局未来会将针对这一类的案件加强宣导跟防范。家己关警察局表示。最近有发现诈骗集团用破坏一般的假检信，骗民众个人的资料甲小号资讯，除了会加强来查缉甲宣导，嘛提醒民众若是拄到可能是诈骗的行为，拢会当开105防诈的专线来求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市政府网站最近一档互骇客攻击超过500万件研讨会上接获攻击，有议员要求市政府得爱加强治安。另外，高雄市的刑警大队最近抓到一件。诈骗案件，嫌犯是利用替民众改设社群平台口罩来骗钱，加强有来受害者。近1年高雄市府的网站遭骇客攻击，有高达520几万次。根据议员提供的资料，高雄市府的网站对113年的8月到今年的10月，拢总互骇客攻击500多万件。头3名分别是研考会警察局甲民政局，其中共攻击200万件的研考会是提供市府网站正常运作的主要单位。正做骇客攻击的主要目标，议员提醒。资料外泄都可能会成做诈骗集团拐钱的工具。议员强调，尤其在违法造成明年高雄治安危害的钱减少5000多万，市府一定要提早想办法来对应。内网如果失守的话，我们的警民各资、监视器影像、户役证、选务、邻里资料、灾防协调，或者是重要的政府机密档案都有可能被攻破。还有，我们也要求各局处在办理活动的时候，不要再用府外或者是外面公关公司的网站，因为这个会有后续维护跟治安的风险。市府强调，这几年已经陆续把无必要的网站拢汰洗掉啊，后续也会加强治安规划。另外，高雄警方也侦破一件较少看的诈骗手路。警方表示，30多岁姓林的嫌犯伫面册看广告，讲会当替人改造社群平台效果，甚至佫会使做骇客。民众付钱，嘛甲效果摕回来，后来才发现家己被骗去。警方表示，目前有6名民众受骗，总金额大约5万块。民众使用网络账号如遭盗用、冒用或封锁、停权等。宜寻求正式官方管道或网站来进行申请恢复使用权利。警方提醒民众，当着网络消耗出问题，爱找官方提供的管道去处理，千万唔通网络黑白找人斗相共。民众若是接到奇怪信息通知，家己无法度确认，一定要先开105去查证，避免受骗。记者柯家如郭教用高雄场报道。屏东这几档办真侪大型的体育比赛，也唔过负责体育发展中心，敢若有14个正式员工。有关议员就建议讲，甲体育发展中心先改做体育处。馆长周春美嘛表示讲，会来评估。有的选手找机会，想办法要甲对方先演好倒。这是114年全国中正杯柔道锦标赛，各位选手拢想要得冠军、摕金牌。不过有议员伫质询时讲，屏东县这几年举办足侪大型运动比赛，但是体育发展中心只有14名员工，卡手明显无够。屏东既然是体育大县市，相关单位嘛应该升价。咱要互一个体发中心编制14个人举办1年下来举办那么多的大型的活动，我相信中央在9月9号成立体育部之后，一般的县市就在考虑要不要把体育也拉为1级单位。那现在相对于行政院的这个运动部成立地方确实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屏东县这10年来举办了全中运、全民运了后，112年佫接落要举办全国运动会，加上中央甲体育署升格做运动部，显示台湾体育的活动愈来愈受到重视。本意上建议屏东县政府会当对着中央的脚步，做6都以外头一个成立体育处的县市。我们是全国第1个县市把长照拉为1级单位的，成为长照处的
也是非6都以外第一个成立体育处的。那之前我们是碍于说我们整个局处24个局处的编制都满。那今年呢，我们也突破了还可以再增加2个局处。馆长周春美讲，体育发展中心的业务量这几年确实有较济，表示体育发展确实重要。加上管府今年更会当增加2个局处，未来有调整的空间。伊表示，管府会先清点需求和人力分配，整理了后会做明确决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教练是成就运动员真重要的角色。全林运动教会协会今仔就开记者会，望讲会当来解决专业的加级，佮有科学的制度。有立委嘛强调讲，投资教练其实就是投资咱国家的体育选手。提升专业运动教练尊严。花口号表达诉求，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会同真侪位立委共同关切专任教练长期面对的科学压力、甲薪水待遇无够的问题，提出专任运动教练专业加级改革，也佮有调整专任运动教练科学机制。整个制度的设计，我觉得有检讨跟这个讨论的空间，必须要去做。台湾的运动教练哪一天只有受到社会还有国家各方面的肯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竞技运动在整个国际有竞争力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有教练，绝对没有选手。区委员也点出问题，聘任管理办法和专任运动教练真压榨，压力来自1年考一个小考试，3年搁一个大考核。和专任运动教练除了训练以外，搁要开真侪时间准备文书资料，应付考核，选有关无法度得到甲教育人员同款的待遇。那些不是任教练，他在进来当教练之前，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还是进来之后，因为这个考核，因为这个工作量，让他渐渐变成一位不是任教练。与恶龙缠斗过久，我们自己也会变成一只恶龙。各县市的教育局处很担忧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能接受3年评鉴完一大考之后，后面就不要再3年一大考。对我来说，我们换个方向来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回去讨论看看特殊成就，来让我们的教练可以免评鉴，但一直延长下去。立委是呼吁讲，运动部应该赶紧检讨专业加级，敢若改善待遇，才会当甲优秀的教练留条例，会当对4个方面开始改善，包含提升专业加级、推行多元化科学机制、授权学校会当继续评、公开奖励等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的寒冷定定落雨，县政府拍算要向运动部来争取11亿的补助，甲运动公园的体育馆来改造做一间5000个人的小巨蛋。也毋过有体育团体是认为，上好是搁找别的地点来起小巨蛋。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早起到宜兰运动公园视察，因为去年兴建完成的风雨篮球场无够使用，低速篮球加皮克球这项目要算煞完价。所以，县政府就规划4500万，在运动公园内兴建多元运动球场，和皮克球、羽毛球这项目会当使用。我们去年完成的这个在宜兰运动公园10座的这个太阳能光电球场，罗东有6座的太阳能光电球场。这个都不敷使用。照去年风雨球场成功的经验，我们希望赶办在115年底来进行完工。宜兰室内运动活动空间无够，一直引起民怨。演过9人伫运动公园运动场办演唱会，却因为落大雨影响，互地方呼吁县政府赶紧兴建小巨蛋场馆。要算柔术球落雨无位通去，敢来当使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走廊空间。县政府为了回应民众诉求，计划把这个已经40年历史的体育馆改造会当有5000人使用的小巨蛋，一定每年向运动部争取11亿的补助。那我们希望未来，空间上可以增加到5000席以上。那活动那个室内的空间增加，也可以增加未来的使用的一个效率。就原地也在重建，可能不太够。可能不太够。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另外再找地方再改。对。不过，体育团体认为，准讲改建体育馆，室内运动空间也是无够，希望县政府会当规划另外所在兴建的小巨蛋，将做馆内会当有更侪人入来的场所。县政府表示，即摆先以完成体育馆的计划为主，是毋是另外找所在兴建会阁研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香港的大楼火烧以外，各大拢正关心关楼的消防安全。在1996年，香港嘛捌发生嘉利大楼火灾。在2017年，伦敦的格兰菲塔大火，还有顶个月香港的花博大楼火灾哦。那么做伙来关心。香港一场大火，让人想到2017年英国伦敦的格兰菲塔大火，这栋人口真侪，集合主体是带100多户600个人，半面有一台冰箱小拍电，结果拄到当在整修的外壁是使用开烧起来的阿鲁米隔热板，火势是真紧拖到其他的楼层，落尾造成72个人不幸死亡。这嘛是英国对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上严重的火灾。I'm not even sure if half of them got o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re was kids at the window, there was people flashing their phone lights for help, but the fire brigade couldn't get upstairs. As you will appreciate, this is a completely unprecedented fire. In my 29 years in the London Fire Brigade, I have never seen a fire of this nature. 造成格兰菲塔拍火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烟弹弓效应。这是讲户内空气烟堆积的空间对顶悬升起来，还是降落来，造成空气加强对流的现象。搁较早进前的1996年，同款伫香港的嘉利大厦的火灾，嘛是因为烟弹弓效应造成火势是拖了真紧。迄当初这栋商业大楼是当在整修电梯，拍电库产生的火星，甲11点多引起火灾。嘉利大厦阁是当行方便热空气对顶悬塌起来，互关楼层的火势特别严重。消防单位虽然出动直升機，嘛是造成41個人死亡。到咗嚟嘅時間呢，因為好多人呢係等緊救援啦，包括喺天棚嘅。我哋亦都係用呢個直升機咧，係喺天棚救過人嘅。嘉利大廈因為電梯施工搭得啊濟，應該嘛變作座中火勢原因。最近的例是喺今年嘅10月18，喺中環嘅花博大廈嘅平價大火，監管機關閣特別發出通告，要求建商檢討應該阻燒功能，但冇想到才過1個月爾，就閣發生更較嚴重嘅意外。第二應該是香港傳統嘅施工用具，因為當良輕成本低，較好喺正矮嘅香港街仔路運送，唔若捌出現喺正濟經典的香港片內面，一直到今嘛能夠廣泛應用喺工地現場，但是因為安全的考慮，香港政府今年捌要求所有的公共工程必須要有50%以上使用金屬嘅應計。係方便好多嘅係，同埋你話安全性嘅話，其實竹咧雖然係即係可能個壽命係比鐵通係比較更加短啦。迄當中推廣金屬嘅應計，主要考慮是施工安全，唔是風火性，嘛無完全禁止得啊濟應計。但是喺經過風火灣大火慘痛教訓了後，香港官方可能考慮採取更較嚴格嘅措施。公司新聞由派準備業。再來看俄烏和平協議，雙方是攏有堅持。羅西亞總統普丁嘛表示講，美國甲烏克蘭佇隨時會談的時，美國提出28點的和平計劃，分做4個部分，這應有同意。也毋過，伊嘛講，若烏克蘭無願意放棄羅西亞軍隊目前控制的地區，羅西亞嘛擴大來行動來範圍。從歐洲西比路的羅西亞總統普丁今日去大廳，對羅西亞甲烏克蘭和平協議的進度，伊表示，正常甲美國的談判代表來針對和平協議討論，也制定28點的計劃，過來交予美國向烏克蘭提出，美國甲烏克蘭也佇隨時一個話機向會談。Ну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4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отдельных. В целом, да, и нам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ередано. В целом мы согласны,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ожено в основу будущ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普丁表示，羅西亞已經注意到美國當日提出的協議當中有考慮到羅西亞立場，不過有關有包含領土的關鍵議題愛討論。這份協議簽開始閣因為嚴重偏向，羅西亞要求受到歐洲議會譴責，以401票贊成、70票反對、90票棄權，通過譴責決議。雖然安尼，這個決議也敢若是表達歐洲的態度。無實際影響。然而，普丁認為講，即擺烏克蘭政府是非法的政府，因為烏克蘭無擱再舉行總統的大選，因為安尼簽立後的物件攏全然無意義。任何的和平協定攏必須要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伊閣同個表態，戰爭也是和平的選擇權掌握佇烏克蘭的手頭。若准烏克蘭無願意放棄羅西亞控制的地區，羅西亞會繼續用武力擴大行動的範圍。В плане Трампа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де-факто они признают якобы его за нами, но не де-юре. А как это? Как к юристу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 Как это де-факто, но не де-юре? Это 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ш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за то, что обратили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Вы правы, это один из ключевых моментов. 目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美国甲乌克兰会伫后礼拜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伊会和双方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外媒报道，罗西亚目前占大约20%乌克兰的领土，包含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赫尼熊等等的所在，面积有115600平方公里，是2022年以来推进速度上紧的一年。虽然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对和平谈判的外交进展表示乐观，但是欧洲各国有关这支罗西亚敢真正有心要结束战争。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国际上战争不断哦，所以有真侪欧洲国家拢会加强军备。比利时国防部按算2026年要针对18岁到25岁少年人推出一档自愿的军事训练，一个月薪水2000欧元，差不多是代表7万外。一档后，是当来选择要来争取后备军人，还是要退出？会场有真侪少年人对指示牌前往水明会报道的所在。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比利时国防部计划伫2026年针对18岁到25岁少年人推出一项1年长的志愿性军事训练计划，按算第一批就500人，未来渐渐扩大。因为每个月发薪水2000欧元，超过代票7万支，吸引真侪少年人来看卖。Juste comme ça, par curiosité, aussi pour me renforcer intellectuellement et aussi physiquement, pour avoir une autre expérience dans un autre domaine. Dans la construction, j'ai fait un peu d'Orica, mais l'armée, ça pourrait me changer, quoi. C'est pas trop mal payé en plus pour une année. Ouais. 比利时对1996年开始取消义务做兵的制度，转做志愿役。政府希望就此强化公民的责任感，也为少年人提供工作经验甲职业发展的机会。参加者会伫接受10礼拜的基本军事训练了后，进行包含陆海空等等各军种的专业训练。1年了后，会当选要做兵、争做后备军人，或者是退出。实际上，法国也准备伫27宣布针对法国少年人的全民兵役改革制度。外媒报道，这种改革可能包含一项志愿性的服役计划，使到当年会有5万名少年人亲像比利时同款伫军队做10个月兵。Qui devrait toucher une classe d'âge d'environ 5 à 10% de la cohorte annuelle. Ça veut dire environ 30 à 50 000 jeunes, et donc qui pourraient. 根据法国国防部的计划，法国的目标是2035年，和后备军人部队的人数增加到1倍以上，达到105000人，也保持21万人的双备军规模。目前，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也已经启动征兵的活动，甲培训计划，让民众体验军人的生活。公司新闻，陈时同朋友。过来消息来看，有民众去麦当劳用店内的杯仔啉饮料。也毋过感觉味怪怪，长期身体是无介爽快，去看医生。医生是讲消化道着伤了，有可能是杯仔洗无清气，有清洁剂。也毋过麦当劳是强调讲清洁用品设备，佮有员工的操作是拢无问题。台中市的食安处嘛有去查，嘛无查到有违规。诊断证明书顶外写讲烧着消化道，台中有民众伫这个月2日到台中大雅这间素食店食饭，用来用的杯仔啉凉的，第一喙就感觉有刺激味，想讲应该无安那，搁继续啉几喙，但愈啉愈感觉这种奇怪的味愈高，迄当阵嘛随向店家来反映。他一开始喝是有感觉些微的这个味道不太对劲啊，跟一般平常会喝到的可乐可能有一点点差异。如果说是他这个有疑似的残留物哦，可能就没有完全的冲洗干净的情况底下，它在烘干，那这一些残留的这一些药剂就会附着在杯底。当事人的老爸是家不满服务人员，第一时间根本就无积极来处理。因查某囝转去厝了后，村民家拢感觉疼疼，伊刚去看医生，诊断就是消化道烧着。这个内用杯仔残留清洁剂，品质嘛可能真歹。其他的民众嘛对中学使用的内用杯仔袂放心。这样的杯子感觉就是会蛮多人用过的，我都以外带杯居多。台中市食安处去这间店稽查，包括洗设备、流程含清洁剂的管理，嘛有关心饮料杯仔敢唔洗好清气，拢无发现奇怪的所在。麦当劳对2022年开始是配合政策实施使用内用的饮料杯仔，内用杯回收了后会先用人工来洗，再搁放入去洗碗机，用食品用的清洁剂来洗含消毒。对这摆的事件，麦当劳强调讲，第一时间就对消费者表达关心，而且陪去看医生，检视相关设备和员工操作的定数嘛拢正常。另外，清洁用品的部分嘛拢符合法规。可能会发生吞咽疼痛或者胸痛、背痛，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呼吸。发生的当下，切记不要催吐，
以免造成食道或消化道的二度伤害。医师表示讲，穿去这内面的酸碱对胃会造成伤害，若是喙吐会造成第二摆的伤害。建议讲，若患者意识是清楚的，应该先用清水也是牛奶甲透过，而且较紧甲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本社场定定倒火，昨下晡又搁烧起来，这嘛是已经今年第3届了。环保局是表示讲，花莲市的本社掩埋场目前大约是囤45000多吨的本社，按算讲明年底之前会来处理掉。大火一直烧，还佫有真乌的火氛。日7尾仔嘛，伫美仑地区的花莲市本社场又佫倒火，因为风真透，真大的火氛规个吹去市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3届倒火。那庆火氛出来嘛，已经有几落届。乡镇都持续在堆叠这些垃圾，那光北区这样子已经烧了好几次，那我们真的希望要赶快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掩埋场火已经拍花，持续灌水降温。议员讲，本社气化问题要紧解决，请环保局重视佮加速处理。啊，若无后一届烧的，袂敢若是花莲市的本社掩埋场，也有可能是其他乡镇的本社掩埋场，严重的可能损害花莲的观光。起火点它原本的堆置厚度是多厚？它堆置的大概有4万多公吨哈，大概堆置了大概也可能有超过8公尺。针对本社气化问题，环保局表示，建安乡今年已经全面完成户外本社的气化。花莲市本社掩埋场目前囤伫外口的本社差不多45584外吨，规划明年底前完成全面的气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大树是高雄真重要的资源地，有议员是指出讲，附近有真侪本社，今年又搁有真侪风台搁落大水雨，所以本社是愈来愈侪。因要求市政府爱彻底来处理。市政府是表示讲，会先来受理补还，嘛搁向中央来争取经费，把这本社弄清掉。水岸边出现真侪粪扫地啊，有一寡地啊内底的杆啊管啊，拢已经走出来，沿水岸边拢会当看到规大片的粪扫。高雄大树区高屏溪瓦群高屏水闸甲地下水储水站的溪边，有一寡粪扫已经流对水尾去，民意代表讲，这唔但会影响水质，嘛会破坏环境。垃圾它已经很久的垃圾都被冲刷出来了，你让它冲出来，变成2次污染。本来你污染在这里，你又让它水源整个都往下游一直飘一直流。当然是我们是期望能够这样子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公部门能够介入。然后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能够解决，啊，因为这已经是长年来累积下来的。市政府讲，这原本是高雄县大树乡公所伫民国83年到86年更家庭粪扫的所在，要求则用绿化复育甲高滩地整边的方式处理。今年就高和花桥风台大雨冲掉，粪扫才会走出来。我会先针对护岸进行抢修修复工程，并清理裸露垃圾与覆土。高屏溪是高雄地区民生用水重要的来源，当然会引起忧心。环保局表示讲，掩埋场当年使用3年了，就袂阁进粪扫，后续嘛有分化炉来处理家庭粪扫，雨花抢修好，就会继续清除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又搁发现工课场霸凌的事件，有查某员工指控讲，伊有新的时互主管霸凌，请假嘛互刁难。部长嘛表示讲有接到申诉，也毋过这互指控的主管伫离开劳动部了后，是对申诉人阁有证人提出告诉。劳动部嘛强调讲，会来提供这被告法律的协助。3番2次的传出所谓的霸凌劳工的事件的时候，显然劳动部在这过去这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深刻的得到教训。在野党立委看袂落去，向劳动部呼吁讲爱改革。进前才发生分署长谢义勇牵涉这场霸凌，即马劳动部即在重建中心，搁再发生霸凌事件。一个查某员工伫有薪的期间，受到主管言语甲相关的霸凌，时间将近要活1年。因若请假去用刁难，主管搁伫咧会议中暗示造谣讲伊毋做事，致使去同事败铁孤立。虽然霸凌案已经确定成立，毋过主管离职了，率向受害者甲作证的同事提出告诉，要求赔偿。在我们今年上半年，重建中心人事改组之前，
确实是有这个霸凌的申诉案件。那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要求重案中心要给这些被告的这些相关的证人，包括外部委员，一切的法律上面的协助。劳动部长洪新汉嘛证实讲，当时已经找外部专家做委员来调查，嘛有相关的处置。今年顶半年的人事改组，就是希望重建中心有新团队的带领，会当改变过去无好的风气。我们尊重个案的作为，但我很肯定，我看到劳动部也就在昨天、今天颁布了一个新的作为政策，就是要求所有的在台湾的企业，如果对于孕妇有任何不当的对待、不利的歧视，都可以来公布，也就是列为社会要共同抵制的歧视孕妇的黑名单。劳动部虽然对个案无意见，不过嘛表示讲未来会用具体的做法，除了扩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专案检查，另外对于怀孕歧视的企业，嘛明确公布款式含事业单位甲负责人的名示，要为法制面解决有心妇女伫职场常常拄到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针对10件日用品甲11件宠物用品做塑化剂检验，有8件验出有塑化剂，宠物用品占5件。消基会嘛表示讲，目前农业部敢若针对宠物食品有规范，所以建议讲，针对所有宠物的商品，嘛应该拢爱定出相关的标准。特定食的拢是咱常看到的日用品和宠物用品，也毋过这塑胶面啊，甘当安全。塑胶用品可能会造成环境甲健康的危害。消基会有针对市面上和网络顶抽验21件塑胶用品，敢若5件是完全符合标示规定的，有的产地和成分材质等等拢无标清楚。然后有7件塑化剂检出总量比0.1%搁较侪。消基会提醒讲，塑化剂有可能会有性炸伤甲致癌的风险。有一个绿色的这个素垫。那小朋友在使用一定会透过皮肤接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发夹之类等等，我们一般这是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的塑化剂，所以大家都把它讲到成是环境荷尔蒙了。实际上比较怕的话，就是以后男不像男，女不像，简单一点讲就是这样子，会影响到他的这一个性别性向的这一些。消基会建议讲，若是会接触到皮肤的日用品，亲像文具、宠物用品，也是佚佗物等等，上好是莫买 PVC 材质的，才通减少接触塑化剂的风险。会当买有标示耐夹，也是橡胶的材质，相对较安全。除了日用品检出塑化剂，也有真济宠物用品嘛同款。不过目前台湾对宠物用品是无相关标准规定的。消基会建议政府嘛要针对宠物用品来定出相关规范，互业者通好遵守。那政府应该针对电商或各种购物的平台部分，就这个商品揭示的这个资讯部分那应该要让它透明化，也要去强力稽查所有的宠物商品也要订定相关的标准，让业者有遵循的一个准则。消基会也提醒消费者，伫咧买物件的时阵，一定要爱选有清楚标示产地、材质和制作日期等等的商品，安尼才会当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担心东正准由台北报道。最近的天气是连咪寒、连咪热，气象署今仔公布冬季展望的报告，推测讲今年的寒冷会是较小热的热冬，较袂较寒，雨水嘛较少。这份好天的天气，拜五各地高温伫22度至26度。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减弱，天气回温。北部、东半部日时的温度有机会来到28度，中南部也会来到30度。明天一直到周一这段时间，在白天的高温有机会来到26到28度左右。白天的高温比较偏高，所以其实日夜温差比较大，要留意可能在西半部会有10度左右的一个温差。刷落来变天的时间，伫咧后礼拜2到拜4，到时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各地低温伫15度至16度，北部、东半部也会转做湿冷的天气。下周2到周4有一波东北季风带来比较显著的，尤其对北台湾来讲，会有比较显著降温的一个情况。那刚才提到了最低温可能在15、16度左右。另外，气象署拜五也公布冬季的气象预报，根据资料推测，今年寒冷反声音现象的几率较大，而且气温也会较温暖，袂伤寒，雨量也会较少。就温度来说，12月大概是以正常的几率为主，那到了1月跟2月，则是以正常到偏暖的几率稍微高一些。那至于降雨的部分，12月到隔年的2月，大致上都是以正常到偏少的几率是最高的。
根据气象署的资料，今年秋季9月至11月，台湾平均气温是偏温暖，平均温度有26.5度，创下1951年以来上热的秋天，雨水也较少，落雨率敢若26.5公，是1951年以来第5少。气象署提醒，虽然今年寒冷较温暖，不过陆续也是有冷空气落南。另外，冬季是西半部的大水期，气象署提醒民众用水要用较省的，唔通浪费。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南白河前个莲子甲莲藕是真出名哦，也毋过7月丹那市风台影响，莲子有只剩4成的产量，莲藕只剩3成，酸断了真严重哦。白河商圈甲区公所12月初5要来办活动，望讲会当来进行地方的经济。山鸟伫咧冰土甲莲藕挖出来，经过30位的工作人员就会当落去采收，带落来甲这个莲藕送去加工。白河永安里的莲花农民真辛苦，透早6点就出门做事，不过产量是减真济。因为这种莲藕吼，伊足惊台风，台风若甲你摇落，我甲你讲，伊的内底的生长吼，就无法度啊，产量就会减少。迄个1分地吼，拢差不多200几斤，今年有的无100斤。差不多3成而已，10斤左右就洗1斤莲藕粉。对，今年要20斤以上。7月丹那市风台透强风落大雨，造成大量的莲花烂去，影响后续莲藕的生长。过去一分田大约会当收成200斤的莲藕，但是今年差不多剩80斤。目前市面上1公斤的莲藕粉至少要500块。风灾严重冲击地方产业，白河商圈甲白河公所也要伫12月初5办活动，带动商机。丹那市台风吼，造成我们的不管是农业或者是房屋受损的很严重，然后现在已经复建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然后请社区还有大家各位我们的白河的里民共襄盛举。过去受到欠人的影响，工资的成本直直起，种的民众已经愈来愈少。地方期待办活动，除了感谢风灾各界的协助，也邀请民众来支持在地农民，了解白河莲花乡迷人的所在。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台东县伫上乡有68地用毛笔字写路牌，也毋过民众是反映讲看无，公所今年已经在替换咯。也毋过公所是感觉真可惜，嘛望讲艺术家把这个路牌捡回来，重新来创作。伫上乡法庭员工9年前，尼伯特风台找到真侪路牌，乡公所当年就设计重新做68块司法字体的记录路牌。毋过司法字体看较袂清楚，部分游客看无，像这个新生路的新字，较会看唔到的。去年交通部就要求爱换新，毋过有民众感觉这是真特别的路牌，若要换起来感觉真可惜。觉得是有点可惜，可是如果是为了要让那个交通上面的既定的就是规定的话，那就按照规定走，感觉会比较好。地上乡公所是讲，当时无考虑到爱依照道路交通标志票线号志设置规则，使用国字4个字做新路牌。今年已经偏预算陆续换新。毋过司法路牌是地上乡在地司法家的集体创作，唔甘单调。乡公所希望为司法路牌找出路。不舍得池上的在地书法家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所以我们希望换下来的一个路牌，我们希望可以征求艺术家来协助我们，把它转换为一个公共装置艺术。地上乡公所即马公开征求艺术家，会当甲在地书法家做伙讨论，甲这体育的路牌再设计，转换做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延续地上的文化内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伫意大利的米兰，有一张看界的展览，使用 X 光甲电脑断层等仪器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画的细节，咱嘛做伙来了解。这张图是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法兰切斯卡伫19世纪晚期所画的圣尼古拉斯托伦蒂诺。不过，伫意大利米兰的这场艺术展览，则是用医疗检查结果的方式，让参观者了解。La diagnostica per immagini non è invasiva, quindi ci permette di andare a fondo senza corrompere. Credo che sia un aspetto fondamentale. 这款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拢已经有几落百年的历史。保管单位为着要更加了解作品的状况，看用什么保存的方式上适合。定定将艺术品提起照电光，或者是做电脑断层扫描。Le opere hanno bisogno di essere studiate
per poter fornire delle informazioni che sono utili a comprendere i materiali, le tecniche esecutive e lo stato di conservazione delle opere da consegnare agli specialisti del settore, quindi agli storici dell'arte, ai curatori e naturalmente ai restauratori. 电光抑个电脑断层扫描，拢是摕来检查咱的身体状况，找出病人的病灶对症下药，甲文艺复兴的这款艺术品本来拢无关系。不过，即马经过测定单位的创意，艺术品无亲像以前传统拢是用静态展览的模式，即马结合科技，呈现出无同的面貌。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华北地区上低19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